月薪3000蚊都可以喺珠海嘅湖心新城咧攞到呢個新中式港人大社區。而家睇呢一個面積咧就係80平方嘅2房1衛格局，精裝現樓實景。發展商咧仲送埋你全屋嘅空調啊！咁我哋陽台望出去咧就我哋嘅開闊視野啦，望到啲園林景觀同埋別墅景觀㗎。咁別墅後邊咧就我哋嘅嘉禾城商場啦，從樓盤行過去咧500米距離嘅咋，交通都非常之便利啦。咁可以滿足到我哋嘅生活所需。咁5至8分鐘車程咧，你又可以去到我哋嘅白潭頭海鮮市場啦，同埋華發商都呢度嘅生活配套咧係好豐富噶。咁交通嚟講咧，25分鐘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啦。咁對於港澳街坊嚟講係非常之友好啊！而家我哋公司咧係推出啲額外嘅活動啦，係送埋你價值38888蚊嘅全屋家私家電大禮包。係直接做到拎包入住嗰種，你攞嚟出租都得，攞嚟自己住又得，非常之方便。咁感興趣跑仔咧，